有效。台语文采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常常讲到，食人一口嘛，就行人一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行，好行行第五条。读行，这是读鼻音，冇人读做行。行就是甲物件交互原来主人，像咱讲甲人借物件，那是有借有行，要搁借就会用。另外文音读做还，这个还同款嘛有行的意思，嘛有当讲是恢复倒转去，像咱讲一去不还，也搁有还俗。另外借用字读做还的音，代表讲个人管个人的，像讲你还你，我还我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字。头一个读做行孝，这个意思就是行债务，甲欠的债务拢行掉，大部分拢是讲钱财，卖当讲行钱。第二个呢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食人一斤，嘛就行人四两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受人的温情，爱给你报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字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食人一斤，嘛就行人四两，意思就是讲受人的温情，爱给你报答。像讲20年前，阿明有贵人相助，帮助伊渡过钱关，即马唔那干那行孝，还阁特别去感谢伊的贵人，有影是食果子拜树头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行，第五条这是鼻音，另外一个有一个音读做还，还阁有还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